大家好啊！又嚟到西貢阿龍呢個頻道，今日介紹一個無敵海景啊！即係西貢半山區啊，嗱，飽覽晒成個西貢嘅景啊，真係靚得好緊要。咁啊，向東啦，係啦，東南啦，正就應該係東偏啲啲嘅啫，係啦，東南偏東。幾多錢呢？710萬，咁係一個700尺嘅加天台啦，即係2F 連天台或者3F 連即係3樓連天台啦。即係唐人就叫3樓連天台，西人呢英文計呢就2F 連天台啊！呢個無敵海景，710萬，3房1廳。咁啊，另外一條片就會拍樓下啦。咁我就介紹咗呢個靚景先，真係正嘅。呢度有6點朝頭早至到夜晚11點半呢，有 van 仔到啦。咁亦都可以行落去西貢區，咁啊大概行到呢度落去呢，就沙角尾啦，5分鐘到。咁再行落去呢，就行到去警署麥當勞就10分鐘。咁再行多5分鐘呢，就去到呢個碼頭啦。係啦，咁15分鐘就可以去到總站。如果10分鐘呢，就已經去到第一個站。係啦，咁可以搭車。咁亦都去到麥當勞10分鐘到落到麥當勞啦。多謝收看呢個頻道，有興趣嘅朋友就揾我啦。